无依有无实。今日我要讲的经是正莲花，咱六月伫拜佛啊，莲花是真正大礼。叫你这条经不得讲的经，我通来念的巴利经互你听。Yatha Sankara Danasmin Ujitasmin Mahapati Padumang Tatha Jayatha Suci Gandang Manoramang 这个莲花是真像个批评啊，到底这个世间按照抄的人，伊本有一点好，所以咱袂使看轻这个有的人啊，伊个人啥讲啊，真正歹的人，咱唔通看轻伊。安尼虾米说啊？这边伊讲啊，按照抄本咯，伊有一点好，咱来想法，若是改一个贼。入名做贼，有时拍抢人，有时虾米，有时潜死人。这个人是歹人、恶人，特别你来想起来啊，不得讲，伊本有一点好，安尼虾米事啊？那是一个人啊，伊渐渐讲去做恶，像伊拍抢一个头家真10千，他等于对来到厝啊，有当时看到伊个阿嬷还是阿爸真正坎苦，咱伊个弟仔个巴扎，伊听到有当时会摕那阿爸还是阿嬷，那这边3000还是5000，互你去开。所以咱来消化一个人按照恶毒啊，有当时伊有一点好。像甲我讲互听，一个无达真，有人知无达真，就是做贼真正歹，特别要来政府掠着伊。特别要断开的点声，伊人要去掠去，伊要搞点声要死的时，政府要互伊死的时，伊安怎讨呀？伊讨甲政府讲啊，我的目睭，我虾米物件，拢总我要送互最爱，伊要互甲了。所以你看我一个人啊，伊要断开啊，伊的心会变一点好，所以咱啊。想起这个物件，所以这条经淡仔我念啊，就是讲啊，你看这莲花啊，伊大的所在是这叫做土梅水、垃圾的水。像伊讲啊 ，as upon the heap of rubbish thrown on the highway， 像啊一个三巴汤咧，虾米物件人推烂人抌落去，抌伫遐边。你若是看这个莲花，大啲咧莲花地啊。土梅个咯，内面死卡抓，内面虾米物件死鸡咪拢总掂咯。特别你看有多人咧垃圾土梅个了，伊若是开个莲花，你看开到几两蕊莲花，啊，落这莲花地真正水，你土梅拢总人本无法插了。所以这个就是讲 ，as upon a heap of rubbish thrown on the water， 像这垃圾掂落这水。咱你看莲花本开起来，到莲花开起来，你来看，像甲这个莲花咱人，所以讲真若是一个歹的人啊，伊若是正有一点心啊，你来想法，伊若是讲啊拍抢了，伊互伊爸母累，还是伊互伊某囝累，有当时来看伊某囝，咱伊累，想讲伊拍了、坐了，伊想一点好。所以伫这边啊，你看有的人做恶，落了地狱，因为伊拍抢人，特别对来到厝了啊，搁一点的精神，伊举这个女互伊阿嬷甲阿爸，这点是好，这点后过带去出世是好的人。所以你看有的人在伫地狱10,000年，噗来出世做人，后果出世做人啊。安尼伊做恶，咱来出世做人，伊较有压车淡薄。特别若是有福气，大伫这世间，伊来对着对的朋友、对的人，教伊直直做好，伊有机会跳出。伊若是讲啊，像伊做唔对了啊，伊来参来出世做人，伊个趁着好的机会，参着好的人，
伊直直变好，变好了到点声，伊来有坐禅，伊坐禅，到坐禅了啊，伊来看到一个罗汉，伊看到一个虾米是立团，虾米是生老病死，这边伊来看到啊，伊故事做的恶，拢总无了。因为虾米事就？因为这个故事伫做恶啊，拍枪人、开死人，伊是对这个一项，伊五件真正强，伊若是，伊若是讲会晓讲啊，坐禅，甲伊看到立团是虾米啊？伊看到无这个无这个无这个路，无这个伊 escape。阿莫话讲 individualized existence， 这个五件伊拍到了，到伊来拍到了的时啊，但是伊要来出世，该七摆做人，还是做红公，还是做 Brahma， 这七摆了后，伊离开世间，伊唔使过来出世。所以看一个人啊，若是讲啊。莲花啊，咱来想看，大啲头毛的点声，有当时伊会滚动生伫头毛的那边，这滚动啊，大啲头毛的那边，你看好伊慢慢住去甲水面，但你无到水的顶面，伊是水的那边个，这个就是这头毛，这点事嘛，直直起，直直悬，直直起，直直悬。特别这个头毛的那边啊，是真正垃圾的物件。特别你看安怎垃圾啊，伊原在嗰啲清气，你虾米说这头毛未做一派，所以直直补，补到尾来啊，有当时到要开的时啊，有当时即禽兽啊是人啊咩办的啊，无咱出事安尼呀一起，不然就是讲啊。伊拄着无好的贵人，伊个要失败。特别有的人啊，伊若是讲来出世做人的时啊，故事落地几10,000年，到伊来出世做人，伊若有机会做好，伊直直出，直直管，要扑去水面啊，这个人较在了，在了你看伊直直去听经。听见了这个花就是讲接着肥了，接着肥一开真正水，到一日一开个真正透，所以这个是不大讲啊。莲花的好是虾米啊？安怎炒物件，直直来，直直训练，直直来，直直训练，结尾一跳出这个苦海。特别你唔通去参着唔着人咧，参着唔着人，无咱出来的这水面啊。伊丢了一病，这个就是讲啊，今日我讲这条诗就是讲啥物啊 ？Nobody is condemned in Buddhism。其在咱拜佛的人，咱未使思想咩人，伊来做贼，咱再讲故事伊做贼，咱唔通想讲他那一本是做贼唔系，所以 Buddhism 无咩人诶，再讲故事伊做唔对，今日直直加，伊会变。福建的再来是真正济，所以这边啊，阿莫话讲 ，Nobody is condemned in Buddhism, for greatness is latent in even the seemingly lowest type of flower, lotus， 这莲花，你看，这水面安尼直直起到伊开花了啊，伊栽了，伊稳了，结尾伊生花，结籽。伊要去结枝，就是讲啊，买来稳一栽了。所以这边啊，我要讲一条的故事啊。你看真正臭的人啊，要害死佛，唔是讲要害死佛，伊要做佛见笑。安尼人啊，不得讲啊，你唔通看所以啊，买来佛讲经啊，听经啊，噗一看一个罗汉啊，这边你听好看。佢就好大啲，这个社会国的点声有两个朋友，这个朋友是名Siri Gupta， 你会记 Siri 就好啦 ，Siri Gupta， 嗰一个是名
嘎拉哈，咱叫嘎哈拉迪娜，特别卖叫上中，咱叫嘎哈拉就好了。嘎拉哈，这两个啊，好呀，两个啊，新教，西里呢，伊是做好的家事，嘎拉哈呢，伊无做好的家事。伊对个一种叫做 naked aesthetic 无穿衫裤的教，而且这无穿衫裤的教是嘎拉哈，这嘎拉哈渐渐地对这个无穿衫裤，而且无穿衫裤的教啊，伊就款的回销，点无点讲啊，伊这个道地讲诶。你去叫西里来啦，叫西里来到波斯啦，来参啲波斯。所以这家主就能教伊讲，你就会去叫西里来白波斯。咱这个嘎拉哈，达到正拄着这个西里啊，伊就招啦讲，来啦，来波斯我人诶这家主。And then 咱这西里就唔一样，你家主啊，啲家人啊，伊会教我虾米？然后伊讲，了路呢渐渐之对，我打马虎教你虾米？你来对我人啊，我的先生是真正教，我的先生啊，渐渐讲啊，你来对我啊。我会教你真正济项，将来你要去倒落，我会知；了过了的事我会知，看下你伫想啥物我会知；了后过你要去倒落，我本会知。我讲我人个先生教你真正好诶，这嘎拉哈渐渐讲哦，讲我人个先生较高，你个大马虎嘛哪有高？你渐渐对个大马虎，你谈啥物无谈半项。把这个西里啊，对付对甲真正调了啊，伊无输甲听呢，无输甲听了这嘎拉哈就渐渐讲啊，自己的想讲啊，无欢喜，悔到，这想悔到，伊讲，你渐渐叫我波斯你先生，到底你先生就教我讲互我听，然伊这个嘎拉哈佮讲，我人的先生啊。过了的事会知，看到你想啥物会知，将来你要做啥物，伊本会知，头一项。And then 你要讲啥物，你也未讲咧，伊知讲你要讲安尼话。And then 你听他讲的话，到将来咯安尼，到了伊会知到了。了啊，啥物物件要成功啊，伊本会讲互你听到了。人家就西里讲，你那先生安尼教啊，看到我想啥物，伊会知呢？按照你来知呢，你无早甲我讲，今日你才甲我讲，你讲就是我你无啥物该听，看到我讲你听，我先生真正教。到若是安尼，你讲好啦，我嘛再请你先生啦。这西里讲互伊朋友听，我要请你先生。你先生教你虾米啊？想将来要安怎样？你先生会知，还是我伫想虾米？你先生会知。看下我嘛再请你先生来，好无？按这个嘎拉哈来讲好，就嘎拉去讲个先生讲，是你要甲伊请你人嘛，在你就去，伊要请500个，做一下路啊，要请到500个这个这外都教的。按这个西里啊，伊是幸福，那他那可以朋友招个要拜外都教，但伊正毋是爱拜啊，伊要看有影个先生安尼教啊，所以安怎做？伊嘛在有影伊做啥要保持，安尼伊做啥物啊？伊个厝是啊大间，边仔一个空地真啊大。伊就伫挖一个沟，大大的沟，大大的沟了，啥物事啊？伊内面伊个沟呀，伊下物啊？牛屎啦，
即咩使讲啊？成大丈夫烂了个个超到牛屎，多啲咧豁落去，多啲落去了后个唔要紧啊！咱伊做啥咧？嗰咧一物件，嗰咧一个豁啊，伊摕顶面啊，伊系一个棒下起来，连长嘅棒会坐500人，长伊系冚起来。And then 那边一底呢，伊系咧牛屎，加一个片片黏黏嘅物件，超到牛屎到啲一底。然后伊摕一个后尾一个呢，伊系一个七步，高嘅七步。所以摆嘅咩啊？伊摆嘅狗伊咩啊？两支卡大啲一个棒嘅位，两支卡大啲咧抓配嘅位，然后500人会坐。所以讲我仔要来我看，因为实在会知嘅。咱安怎做啊？嗰啲后尾啊，伊系木镜大大嘅木镜啊，你叫人家木镜是土做嘅啊，伊就啲鼓啊咩啊，会抽去打嘅咁，一啲就是做会，了三倍伊系摇鼓来揽咗外面嘅了，佢在那边扛卡，冇半行。安尼嗰几下木镜啊，鱼啦、牛油啦、一个jaggeri啦、糖啦、阿毛糖啦、粿啦，阿咪一做一包。安尼做好事了，马仔唔是即外头教嘅人都来咯，所以咱要做这事你讲啊，新西路人来，安尼伊跪拜嘅人，跪拜都仔跪攞个手攞个脚跪落去一拜。拜了，伊讲你人看咩？后尾一木镜，伊讲啦，这个是背，这是三倍，这咩？其实伊嗰外面，其实那边拢总无半项嘅物件。安尼你白甲要鼓励，他等下是伊人来嘅时啊，要入去坐时，甲人讲这袂使坐，你人就徛伫狗椅边啊，袂使坐。所以要做伊系狗椅啊。一地攞棒，后尾嘅攞机是挂啲咧抓配，然后尾呢一日嘅鼓励，正系要借时要拖咧七步去了，砰打到头边拔到落得咯，你牛屎嘅一个片。所以人来了，请了叫了一个司理就讲，嗱来咱来去这所在，所以带去，你讲先生啊。我人嘅厝是安尼啦，你袂使坐，拢总摆归摆，了我叫坐，你人才坐，伊爱做只系拢总500做只丢，我叫坐你才坐，了就好事了后面500徛边边，唔敢坐。你讲若是我叫坐了，人就坐，所以就讲坐，即坐落去呢，这个鼓励啲后尾拖咧七步，即500。跑不领到落去落地窟嘅，就落地窟了安怎做啊？伊人看门也查拍一个，我都教嘅人，这事理本是怪故啊，就做个人安尼哦，拍，哇！你讲你会知，我系一个西系咩？安怎你讲你会知？安怎看到你会拔到嘅咧？所以做讲你都唔知半项啊！你要入来嘅时，我淡仔度想讲，你若是搞嘅人，你唔通入，你来入你拔到窟啊！然后我啲想嘅人，你无看无到，你看下你来，你坐落去，你个唔知你拔到咩？你讲你搞，得你搞啊，拍伊拗到咩？你讲你搞，你讲佢哋你讲佢哋人聽講，咁樣我係仔，咁樣你拍都拍。拍了有500人都可以冚起拍了是夠咁時講夠了唔同拍上去，佢沒去出了，按照做，一隻佢沒出了，按照做，一走去出啲了路，嗰啲路一到啲係一個白花，一個大條嘅白花，砰，嗰拔到人個講拍，係咪數到咁唔知攞啲話人頭殼拍，怪人鬥無吞食，所以講啊。伊人讲伊搞，你看我想啥物也唔知，我做啥物也唔知。你讲伊搞伊会知，唔知。
咱这5摆会关了，安怎做？就去讲互伊这个，讲互这亚拉哈，你带你互我人去，叫我去食请，其实做这安尼款的工作，互我拍我人规身躯，这个亚拉哈看了，哎呀，我身上互人做甲安尼啊，你下啲心肝，伊做安尼，你去打我王听。我身上去做安尼，你讲王喂，fine 呢？做王也袂真袂少，我们你就 fine 1000块，做王发一个势力。咱每人人家做这势力啊，赚着这个3万讲啊，你就还1000块。伊去找王，你要心事，你唔知头甲尾，了咱才袂真袂你fine我1000块。你知无？伊讲伊先生知安尼样，虾米物件？伊先生知，他那我 test 看，伊都唔知。了我人怕伊是知讲伊人骗我，他那我怕伊是呢，我是拜佛，伊人是拜这外道教，咱呢发现那里王，伊本是拜佛的人，伊无拜这外道教，所以甲讲安尼咧1000块唔使出，唔使出了安怎做啊？只可讲哇，他那1000块，伊个是免出了，安怎做啊？伊讲卖插我朋友，特别叫我朋友安尼好啊，我来过2礼拜了啊，伊就想讲，哎呀，几粒我去吹数啊，我卖吹数，该好就对啦。所以这个咩啊，我去吹朋友，安尼势力，我讲啊，你来好，2人我做朋友都对。特别做朋友都对啥物啊？你做我先生，看到我要做你先生都对，你先生是去佛来，所以要办佛安尼款的咯。这样就做这势力啊，伊做甲安尼了啊。第二名啊，就是讲啊，买来啊，伊讲到那是安尼样，咱家路本无路用，过了的事。了你看下咱原在好好，然后这个啊搞好了啊，看下是势力话了，势力讲啊，你点拜这外道教，伊都唔知半行啊，对我先生好啦，伊讲好啦，我本是爱对你先生啦，咁咩对你先生啥物？你先生是我大妈好啦，我本要对你先生，伊讲好啦。然后这对几日来讲啊，我要保释啊，好，你真正爱保释好。咱这个势力讲，伊唔知有影保释啊，是要报仇唔知。所以势力本就请惊，了讲好啦，你去请我，你先生，我马在要保释。咱你知无？这个势力就去讲互佛讲，佛这阵，这个拜外道教的人，他那要请你去个厝。特别经过我做也先生安尼样，唔知伊要做路安尼样无？若是讲伊要做路安尼样，你就加减提防看，咱佛就看呢，咱佛会知，伊关是安尼，伊知讲哦，原来啊，伊有影要报仇，特别不让我观看，伊要报仇会成功未？爱看未成功。你看到咩啊？教父咧点声，伊请我去厝，再请我去厝了后，伊要做我车膊，第一个窟，拢总下一个刺了。你像人讲啦，罗氏刺啊，咧玫瑰刺个拢总刺，拢总会团，我会团。你互佛法都淋落地叫咧哭的，and then 伊才要来大笑。特别伊看佛来个500回上，伊唔敢做这隆重的回上，伊要做佛一人呢呀。所以人家做，伊讲好啦，你叫佛来，了佛观看，到底啊，这个人啊，伊前下根本有做好，是讲伊的心嘛失败了，伊所参的物件，拢总是唔对的咯。佛看，这个人有福气，所以佛讲好，
我来。这边就是安尼，伊就来了时啊，佛讲因要来嘛，才要来。这时你就去讲互这个噶啦哈，我先生讲伊要来嘛，才。只讲好，特别人来了，请讲话咧，请了一顿去。这个就是这噶啦哈安怎做？一般做双双一个窟，起个了，火炭个了。一砍伊一个款的一个布的布，真啊用的布。咱伊才讲啊，你若是入外厝，你打较开几粒呢，迄个火炭的火有伫。你若是打落去，你入呢，你是拔倒落去。伊做安尼款啊，你只入的厝呢，你是落伫咧去了。你非常唔使入，或者外面非常无着，所以做安尼物件咱日本时安尼木镜、下果啦、肥啦、三配啦、阿毛糖啦，下面做甲真正好势。安尼教甲这点声，就是讲啊，伊看哇，你做安尼好势，所以去讲互佛听，佛来个500个，非常。这来的时啊，大弟伊行哩，伊这个。噶啦哈，行哩了就讲啊，迄时阵我人的厝是安尼，有一个核弹，你一个入，到入了你坐了，到你坐了，你到地才会使入。是伊要办佛一人呢，伊莫互别伊会非常。所以他这样伊带佛去啊，来入解我的厝，伊开门，才开门了嘛。伊大伫外面开，毋是内面，伊大伫内面外面伊开塞个门，那就入来啦。特别你入来呢，回来个了是插步，那插步就叫养无地，即系拖走，即拖走火，那你就打落去，就是落地火。所以佛在行入要搞个那个核定的时啊。伊大伫后尾，这主人大伫后尾，要佛一人先行，行了伊就打落去咧窟了，打落咧窟了，迄个火龙中变无，一拍的莲花出来，伊莲花上加，伊讲像一个衣节安尼大，所以佛就坐落去啊，这莲花。这啲莲花了啊，伊只开始讲呀，惨啊啦！我个无做半行，他来个坐落去呢，500岁上本直入来，逐咧坐落去呢，莲花，你话个500里的莲花坐落去了，只看都讲呀，我都无做半行可以食，他那拢总来坐，咱火也无，火炭也无，你看了无，拢总是莲花伫坐啲莲花。这是佛出的行动，咱好去看。要安怎做啊？惨慢慢就做，过来报时，过无半行，所以未晓做咩，伊跪落去，佛世尊，做外主，佛讲做咩做？佛世尊，正正我毋是要报时路，我无半行，我无做半行。那这莲花毋知安怎倒落来？你讲是我有做木镜呀？有我有做木镜，特别内面是空壳的。你讲啊，你讲你若是讲木镜有空壳无空壳，你去开看，你去开看两种配三配 ，special 的三配 ，special 的机，这个是对的道路，正下故意报时，阿莫话讲 overflowing come啊，你无好，伊迎过来，拢总完满，伊就看到啊，拢总佛坐落去啊，伊好啥物啊？我无通好，再看他坐落去，嗰是佛来，嗰是安尼啊，好了，讲你去摇看，你做做物件，就摇看到啊，伊会笑啦，我都无做半安做拢做安尼坐，欢喜。这边欢喜啊！但是你看人是若是伫自卑的时啊，伫坐自卑的时啊，伊搞甲这欢喜啊，
伊 concentration 伊集中真啊定。你看到我无做这个物件出现，你看莲花伫我厝500几个莲花，拢总坐掉，3倍往往愈卡一个来，愈卡一个来。这个啊老目油唔是老目油，烤目油，欢喜讲啊，我唔捌看到安尼样。这个就是真正 special 的物件，伊会感动着伊的心。佛教的点声 ，after that 你看伊，这个讲，这个是 really wonderful 啦。伊讲，既然讲啊，伊知 what is now， 就无想个讲虾米外道教讲，他那你想虾米，我知虾米。你讲现在我感觉佛要接来，讲你唔通接来啊，你接来是着烧啊。咁伊也无拍插，是讲伊知。你看伊知讲伊莲花要来，伊坐落莲花，个大人个坐落莲花，安尼大蕊的莲花，不大看到就是安尼。再坐了啊，所以人啊，怎讲啊？雕塑啊，莫话讲雕塑 joy 渐渐流出来。And then after that 啊，佛食饱了后，伊本身啊，替佛的法，虾米是替佛的法？伊要互佛讲这个感谢经。于是你啊，非常食饱了，爱讲淡薄经。咱知影这弥陀是，我人讲经了才食，大人食饱了要走。你若是无互人，你安尼啊，有人食饱了要走，佛的点声无。伊人逐人食饱了要坐要听经，所以 the difference 到底这边安尼样。And then 佛教是啊，伊养了佛的法，了希望讲佛才讲这个经。所以这个你来看，若是讲啊，伊讲经是点啥？正伊讲啊，就是安尼。所以这讲经的点声 ，at the conclusion， 这after 这讲经了后啊，这个外道教要办佛的啊，谈一个罗汉，伊朋友们谈一个罗汉，这个就是啥物啊？这个外道教的人，古时正是对佛的假事，特别本来去参着唔着人。参着当人伊外道教伊下见直亲，到窗啊出这个机会互伊看，伊看到目睭看到，耳仔听到，所以伊这边啊，这下啊伊请，伊这个老的目睭就是讲啊，伊看着这个 stage 叫做 BIDI，BIDI 是 lock， 这 lock 会点啥？不但讲人若是有 lock， 伊集中伊看到虾米？看到神啊，虾米物件神化空，神化空。然伊看到各项有了无去，伊看到无常苦无我，这个就是正伊看到会对咱看明无常苦无我，所以看到这。说到八地，就看到这说到八地呢，伊爱佛听佛讲安尼话，在佛在跳来听这个，这就是讲啊，伊心集中了，伊听话，安尼佛讲啊，这个人真较久啊，伊本是去做好的人，安尼人讲第时故事做好，了就佛才跳出来伊会经。你讲一个人啊，真较久，伊就是安尼，大抵一个点声啊，伊有一过捌怎讲啊，做一个在家人，佛教的点声无佛经通听，有一个必济佛，这个必济佛的点声啊，马路啦无人通多事。佛教的点声，咱的这个菩萨啊，伊正做王。this fellow 本是刀卡手甲不大。你看，伊是做啥一个 servant 安尼样，做一个 servant 安尼，了这王看到这个必济佛要多事，咱佛教的点声，无佛
世间有了这个魔真正歹，而这个魔安怎做？有啲出现互看火，而这个火啊，实在要压这个饭要互你破，互你必政府来点声，伊看到因between是地极嘅火，嗨，这是魔王嗨，马拉做乱的，但咱就咱嘅菩萨一做，咱嘅菩萨一做这个王。伊本刚刚强去伫这边，伊鼓励本 support 你，刚刚去，你去了伊卡打着你所在呢呀，这个火扑无出这个莲花，所以这不大家讲啊，故事本是安尼样，我跟打的所在，我的心情也在，我打落去，火变莲花，咱这个人伊人甲了伫 support。咱嘅王嘅事，所以伫这边啊，不但讲啊，就是故事嘅事，甲了问题铺起来啊。所以就是要讲他那这莲花对咱嘅目的啥是真正大礼，大礼是啥物事啊？达人是垃圾，你会看一个人啊，垃圾伫啥物啊？贪性地妄想。这个啊，不是贪婪啦，这是几百million年了，咱渐渐调的这个。特别一般时，咱参着好朋友，咱对物件，这个物件对咱去一时一时，所以这个人啊，伊若是变恶了，别个是参着邪见，但伊有雷，伊有果实，但你今日你看，伊故事好的因果啊，赞伊。你看，后头伊要来害佛，佛直接呢，伊跳出苦海，跳出苦海面什么啊？伊谈一个罗汉，这一个罗汉了，伊要出世界失败，这失败了后，伊要离开世间，入涅槃，无骨多对来出世。所以我到这边为止，咱知好啊，这个物件就是讲对这个因果来呢，了这个莲花是讲啊。达人垃圾，特别今日人，咱通啊啲对，看咱会知未知，若是会知，就是讲无这魔来做乱咱，魔真正济，魔王本会，魔大啲那边本会，虾米叫做魔大啲那边？是咱的贪嗔痴，魔大啲那边本会是这个行水的物件伫成咱。所以魔是一这项，咱来刮甲这个魔无了，咱来这个地位铺起来，咱跳出。所以这个人们是想，伊就是看了伊看到了乐会欢喜，伊就听佛的讲经啊，伊入中真正明，在入中真正明啊，噗一谈一过落汉，伊的朋友是你古大本谈一个罗汉，大致这条经内面你讲啊，水情的众生本谈，你讲啥？伊做甲安尼乱啦，会使讲啊，真正济人伫预备啊，外道教的人本来偷看，这里人一波是500个回声啊，外面的人真正济，这个邪见的人伫看，拄则咱来看，佛法都有去，真正好看。第二个啊。一种的人啊，是对佛来讲，拄则咱要看佛的行动力到咯，所以伫这边要看，路到看，所以人杂，咱后头咧看到这个物件，迄个无信的所变信，迄个信的所导向，所以啊，不得讲啊 ，few thousand of them 谈了一个罗汉，你看到安尼各样的物件，所以到这边为止啊，就咱回向淡薄咯。一当me yatinang hu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dang me yatinang hu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dang me yatinang hu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tawakta chamhi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สัพเพเดวาสัพเพสัตตาสัพเพบุตตาอนุโมดันโตสัพพสัมปติสิทธิยาภวตุสัพพมังคลังรักขันตุสัพพเทวตาสัพพบุตต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สุขิภวันตุเตภวตุสัพพมังคลังรักขันตุสัพพเทวตาสัพ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สุขิภวันตุเตภวตุสัพพมังคลังรักขันตุสัพพเทวตา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สุขิภวันตุเตकुछ थाना बाबू को कुछ क्या स्टोरी उचित ना जब बुद्धा लोग एक वेसाका ना ई बेकावे ने सीए पा होई चले किमकी and that kimchi is a golden parure जब आज चाहong का ये कोई संगु जब ई नहीं किया सी use sound actually सी expert ले लंग जैसा यों चले मिलना So Uchijina, Ichile Mikya, although you worth 90 million, it falls see how Buddha because Anan Ichijit Benki Te Ipang Heti Am. Pang Heti Am Lewa, Iche Xiao Dio is still Chile Mikya Bolang Te. The Ananda Kitong, is wrong Ananda Metong Lewa Mighty Chile Mikya. So look one, Kau Sub Million Mikya, straight away how. You hold out here, well round the Sawati, shall we call him? Nobody can buy. Actually, Buddha Konga, nobody can buy and Hamisua, ear hockey, Pingatong Song a Tabo, Bolang a why. Because I eat Chenhaku Sanka, say, if I sang, Jitap Ching Jiao a Kasi, soนั่นแหละสิสังจิตเจ้าหนอเจ้าสาเจ้าดูสุนที่ไหลเอาบัวนี่จิว่าอีจีจับเชงเจ้า and because of that Buddha ก็งะจิลิเสกายอุสายจับทันเชงจิลิ golden parure จิลินี่จ้ะ so after the จิลิเบจนี่จ้ะอีขี้จิลิอัม and จิลิอัมสิ actually ตัวที่เสียวิก็เขาทานาอีหลังที่ช่วยโบเดียวจิลินี่จ้ะthat Jetavanam ilang chui ti oleh sautai dah. Tak cile si Vesaka Rama dia. Kita isi yang wajai pangking yang gopai pangking. Kau ti cile Holland ni. So lu kuan cik golden itu beki cile amesi yang Buddha mui. Ibe kiknya leh. Je Vesaka tu konga Bante Wathanati Kichile Am is a very wonderful temple. Go parking banking to the Lauteng. So I need monks tau kachu. And then Chile Buddha we go look boy talo chile manga. There Wathanabe ki so chai. Actually even tong Buddha mnang ki because what ki and especially ama. What I Buddha don't go away. Tapi Buddha kong these things cannot. Nobody must stop me. Hamisua put ukwatil chile hoja langa. Tuati chinya hunya actually keja bali kuna bali. So very far away. So you lum thang stop what the big key to although what you cannot do the key chile what they tau kachulu what the big key thought chile lang. And then unya they kong kalau nak buat ni looking by disciples kalau cile. And normally Vesaka punya Ananda because Ananda is a ladies man. Tapi kalau Ananda cile bolat, so jadi king Monggalana was Sintonglat. So yang Sintonglat ki ciking actually up to now ilang di chui be tanjele go parking banking and Ananda je Monggalana yang Sintonglat. Je totolet be batu champing bo yang Sintonglat jalan so. So jile Buddha kida jile so jaya, jile so jaya hujau jam sia si jile
ye niawa beki this arahang actually like chut sia ye live besanga Buddha ne ye like chut sia ye ba ho ya khi sa king amolao hoi chi king na si kong an na si lu hoi jam sia I twa jua thi jam sia I twa te ji king and then jile na si kwa thi jam sia this all sa kong sia resort na ho ya lang jiao an ne jo so I khi ho de kya and the chai ye chu ma I khai ye ko tong king hai ka chin jan special and tu ta lang a khi ye chu ai khwa ye ni kya cha jile palace ne so ta jit lang jam khi ye chu chang khwa museum ne ya then ji ngai khwa an cho jam bu pa lang lai ye chu then ye watchman kong hami su today bo pa lang ta ji kui na ching lang lai and so can ji chi lang bu mo lai so I kong because Buddha u khiu le so tai then ta lang cha de Buddha lai long song ki chui Buddha Kau ye kong ane in that case that Buddha must be a very special person. You know, in but king but hami must be a very special person. Ane chi lang jam lai ka thana chi le bu mo lai. So I kong kau ane wa be ki. So I chi tu chai Buddha chai kong this fellow is going to attain immediate. So immediately Buddha kong king. So I ki si na I thiam Buddha kong king, and usually Buddha kong about just si hang, like chut si ta ko, and then to the ko ti ta lo lai tia, long zong si tui tham tui I, and because of tham I, there is ego, the gua, so everything look great, they have let go, and then how to say. Anh cho biết chào chủ chỉ lệ khó hay, thì sĩ con lúc để biết follow chỉ lệ bắt chính tổ. After lúc follow chỉ bắt chính tổ了后，都在看到chỉ lệ nibbana, Viet means cessation. Lúc看到cessation, so chỉ lệ yêu kín就是咱来这边就是被这 cessation， 跟住咱来meditation our aim is to like 这个人谈到这叫做 superhuman consciousness， and 这 superhuman consciousness 免听台后事，那是即时路人坐落去，路人那是 hard working路人 sure 会谈的。但是这个 superhuman consciousness 那是讲一个人伊刚刚对这八清楚，伊是较济伊会谈。这个物件，所以这个人就听这个经there and then he told, he be做为sao, and the Buddha just 解講，迄bhikkhu，伊三口變假死了 ，because 伊是做好真正是八扎，and after 這做好了，這個人聽 Buddha 講呢。1個、2個、3個、4個 straight away to the in front of the Buddha. Then you say, "Bo, ane hubya lang ye pa je kwan jo bo ti nya, ye chu ko bo lang nya, tua chong tua chui, and chui jo ye si Then ye father pun tia king, kwan jo kiao ti tia king. But then the Buddha explain ye father pun tan ikolohan. Look, because kusi ilang jamsia, like chusi, tutu, Buddha jamsia. Then after that, it came, and Buddha told, your son has passed through that period where he be doing well. So long time, I sing a sikolo handu be doing well. Tapi lu lang cai kelang, fungsi nasi lu practice ho. Lu tan iko, jiko, even sako pun tan, but siko usually tan liao, lu tu way chuke. So, after that now, Buddha kong the son has passed through the period where it be to lang, and we jile
成咗四個羅漢啊，伊 outlook of life 無相，伊看物件無相。And once 你看啊，頭一個人啊，伊未參加家庭嘅人啊，伊四個羅漢。And then 你看伊將講話 ，every moment 伊有 wisdom。有時咱講話，咱嘅智慧無安尼搞，就一個、二個、三個。伊有語氣，語氣 means 無明白個，佫有。特別四個羅漢啊，伊明白了後，伊人無蝦米笑。Suppose 啊，一個人若是坐禪咧，伊談了四個羅漢，伊未參加咱，因為伊參加咱啊，咱看了 he is a very odd man，人哋講話伊未笑。And then 伊若是笑嘅時，你看了你無笑，伊會笑。And 伊笑啊，伊出嘅喙齒，互你看淡薄白，安尼。安怎樣咩啊？我要講，安怎伊人未笑，我講你聽。伊人看逐人啥 mind and matter, consciousness and matter。伊無看 Mr. So and so, Mrs. So and so, no more。咁伊甲你講話，伊講我有，你有。咁伊 in the long run，伊知明，伊看着明，無我無你。and 伊笑蝦米啊？伊看着鬼伊笑，咱看着鬼咱。驚甲歡喜，人講放青菜阮有，我伊人做安尼，我講我聽，伊人outlook無相，伊看到鬼啊，按鬼嘅 shape 嘛是真正歹看。到你來做餓鬼啊，你來看到10個餓鬼，10個 different shapes，and then 伊嘅 shape 無相，所以今日你來看，伊來看到鬼伊笑，蝦米事伊笑呀？伊看到鬼講，安尼款嘅 shape I have escaped 無了。咱看到鬼，咱驚伊做人，咱驚啥物啊？這裡也有誒真正響嘅本有，有誒你看，若是得過鬼哦，有當時望到咱看到啊，正支手嘅管本有，這個個了就是人看法個了無相。所以今日我講我聽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咱今日咱若是講一個人 practice meditation 啦，伊會談了一個羅漢，若是講伊 seriously，and then 有查某着車驚，伊幾啊伊阮談了一個羅漢啦，後過 no more husband and wife，no， 一個羅漢個會 love sick 個，二個羅漢。個會樂死個，三個羅漢伊無當嘅保了。Actually 一個人啊，伊來談了三個羅漢，伊正就講話無聽。Today you are no more my wife, you are my sister。因那個說未當路了，所以伊人outlook個來，你看一項未談。所以你看，一個羅漢會談咧，我要講你聽一條嘅 story。and 這個 story 就是咩啊？布達卡薩巴嘅點聲一個紅姐，咱伊人起一個暗 ，actually 正人起一個暗，正人起一個暗咧，你在一個暗啊，無人顧，無人蝦米。and 這個 husband and wife 甲七個囝，攏總啊。伊人好就講啊，互我顧一個暗，互我顧一個暗。了後咧，一個福建人講啊，我來互一個暗，我互10,000。and 伊本是差不多有錢啦，無蝦米濟錢。你來互10,000，你互我顧一個暗，我互12,000。然後咧，福建人講啊，你來互12,000，我要互14,000。安尼直起到差不多，伊 maximum 啊。差不多50,000，
这个好嘅人讲，到你讲好50千，我本来好50千个啦，特别这好嘅人讲我会好50千，伊讲我会好50千，特别我人翁某甲7个囝斗过一个翁。咱你看这好嘅人讲，哎呀，你参你好 family 要来过一个翁，伊投降所以这个middleman 的人伊贪过一个翁，所以翁家甲7个囝。and then 安尼伊人这7个人买来，伊人过这个翁，这过甲真好势。这个7个拢总去出事天顶，咱的个他妈不带点声，我想这个女不是 ，because 个 wife 有只金器，鸟个金器个了，所以查某保时较低，所以这查某来出事，millionaire 出来，工资较减来出事做憨的拍拉的人。这个我要讲我听是因缘和合，故事伊人翁家伫做好诶点声，无虾米有类，特别这查某刚金器分卖卡，伊 husband 伊较富，所好伊money 较少，了伊功德你看毋较少，所以来出事做憨的，看到伊前下久，伊爱做憨丁。所以就来出事做汉者点声，伊日大伫咧，我这是一个福建的位，伊逐个去拍，大伫印度爱拍一个鹿，deer，拍鹿了伊来卖，有时卖个车，乘一牛车卖一个鹿吧。咱这查某来出事，multi-million 大伫一个市场真正大个所在，伊个阿毛楼几若元，大伫楼顶，伊做小姐，查某间甲了有。特别看到这个人伫卖肉，故事伊伫做人的点声，是个 husband 人随看到阿毛话讲 love at first sight。所以讲话就无敢听，你去问迄个卖肉的人，其实伊要对。然有个人讲，我今日卖了，我明仔早起就对咯，明仔6点半我就对。and then 这查某间来讲来听，and 这好嘅人来查某阿毛讲伊录咗，伊录走。还没睡觉，你看猫点样嘞？还没睡觉，你看猫点样嘞？还没不买，找人家做，伊该做 slave， 鼓励人，该做 slave 了。人是要去抓啲咧，伊人因啲先呢，去啲巴位啊，咧江的水，养的水要来食的水，伊人无像咱有白的无，养的水。特别咧，红伊下面，伊是毛啲咩咧？到底佢了进去了，所以对去6点几在这里来，大声平台，所以直对这个牛车，直对了，这个人看着这个查某伫对伊讲，他们是你对我，然伊讲，你唔爱拍惨。福气来了，你唔使惊。Don't drive away 福气 ，because 规福气嗰啲是累啊咯。福气来了唔使惊。所以你看我，这 love at first sight 这睇看咩，嗰了金器。所以这个 husband 本爱啦，女本有水，金器本金器。So I agree。所以本生7个囝，and 一个像故事安那样。And actually 这个查某来出事的点声，未来出事的时候，我想伊是大弟姐姐话我，伊来出事的点声，伊谈了1个月hand了，特别伊查甫人未谈，甲7个囝未谈，所以伊甲伊对的时来讲，
Don't drive away good luck when good luck comes. 你諗唔通去食件咧，試山棒咧，去 find out what good luck 咧，真係所以唔通去 throw away good luck. So after that 呢，達節呢，伊要去拍啦，伊叫伊某摕寫錢來。我就啲講這條經是要講你聽。伊一個伊過路行，伊未破五界。特別有當時伊叫我，My dear， 摕我的 arrow bow and arrow 來，有沙拉無 ？Actually 人問布達有沙拉無？布達講啊，伊是做一個某，伊知講會大部人拍啦。But 我 husband 叫我摕 arrow bow and arrow， 我的 duty 就要聽我大部人的話。我唔是講啊，唔通去拍啦，唔通去拍啦，我無拍啫。甲人顧甲人，伊清氣，伊本你忙就無破解。所以，逐個月大部人講，邀我的這寫錢來 ，and 伊的 duty 就要邀這寫錢交給伊的 husband。你這邊人講，安尼你嘛是錯咯，你去邀這個寫錢了，伊去拍啦。所以這句話我要講人聽是啥呢？安怎啊？你袂使死偌人，成日今日你來看，真正濟人講，是阮都食飽。人好我食咩？我無甲你講我吐。